井终于挖出水来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是早上5点钟，我昨天晚上下播，一直挖啊，终于挖出水来了。这2桶泥，熊先生叫我把它带回梅州，现在出发，马上就要天亮了。我们挖的井还没有做好。本来2、3天就能做好的，但是熊先生昨天晚上一个盲盒，叫我运2桶泥回梅州，我只能先回到梅州，然后再倒回来万安。万安我会回来的，我会把这个井做得完美。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，唏噓的感慨一年年。